自后2022年9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充满5万个生命。圣经，咱做伙来读《彼得前书》第1章第10到12节。我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写批予分散伫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家、亚细亚、比崔尼等所在的流浪客。领受拣选是照被上帝有定的旨意，对圣神诚做圣洁，通顺服耶稣基督，搁对伊的会得到洁净。愿上帝丰丰富富赐恁恩典甲平安。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根据伊无限的仁慈，通过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各活，上帝有予咱定出世，通得到活活的5万，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年迄个袂朽烂、袂拍拉残、袂消失的福气。这是要互恁才会通过信受伊的大能力保守的人，通得到准备伫将捌的时机会实现的拯救。为着安尼，虽然恁现在暂时还着受种种的试炼，心艰苦，恁着欢喜。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堪得受考验，比互火炼过还会败坏的金搁较宝贵，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恁虽然毋捌看到伊，嘛听伊，现在无看见伊，还阁信伊，恁有用言语袂当表达极大的欢喜，因为恁会得到信的结果，就是灵魂的得救。关系这个拯救，有言恁会得到恩典，遐个先知已经有研究，搁详细查考，因得到伫因心内基督的神对因的指示，查考关系基督的受苦，甲后来得到荣光这个有言，会伫什么时会安怎实现？上帝有甲因启示，互因知因的侍奉毋是为着家己，是为着恁。以上，充满5万个生命。彼得前书是一封为着伫艰困中的信仰群体写的批信，具体回应真实处境的信仰反思。作者彼得透过批信，安慰遐个拄伫经历苦难的兄弟姊妹，提醒因借着圣神通得成圣，是为着要顺服耶稣基督，毋是顺服人。批中指出，因为上帝无限的仁慈，借着耶稣基督对死搁活，互人有对伊来的新生命。这个生命是充满5万的。这款的5万，就是承受上帝为咱保留伫天顶，袂朽坏、袂污染、袂衰残的产业，就是上帝所准备的救恩。也就是讲，耶稣基督是受批的人新生命的开始，伊是新生命的根源。伊的生命是信仰群体的模范。这段经文，互当时受批的人联想到因当时的处境，甲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及陷入迦南的处境类似。伫当时的社会，信仰群体面对的挑战，
可能会互人偏离信仰。毋过，彼得安慰因，伫百般试探的中间，检采暂时受苦，毋过着坚定信心，靠主喜乐。因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帝有互咱定出世，通得到活活的愿望。耶稣基督互人的生命充满愿望，这个愿望毋是倚靠任何关系得到的满足和骄傲，是上帝赏赐新生命的喜乐。彼得前书并无具体描写受培者的处境，呈现出信仰群体因为耶稣基督得到的身份，正就因伫艰困处境中跟对耶稣的力量。因虽然无见过耶稣基督，却经历上帝的慈爱甲恩典。彼得鼓励因爱听伊，信靠伊，爱喜乐，因为恁会得到神的结果，就是灵魂的得救。伫遮讲的灵魂得救，毋是指人的一部分，是整个生命拢得到拯救。信仰群体若因为信耶稣经历苦难，毋免惊吓，因为因会因为对耶稣的忠诚，救家己的性命，最后生命会搁较成长，也会搁较成熟。相反，彼得前书也安慰今仔日拄点伫孤单、恐惧、惊吓、悲伤、艰苦的咱。这个处境会互咱经历上帝慈爱甲带领，提醒咱爱甲一切的忧虑拢交托互伊，互道成肉身对死搁活耶稣基督来关心咱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10节指出，赐一切恩典的上帝，就是通过基督来呼召恁进入永远的荣光迄位。伫恁暂时受苦以后，一定会亲身甲恁重新建立，使恁开力，互恁坚固徛在。愿基督的神赏赐新生命，互咱的生命充满愿望，因为耶稣基督对死搁活，互咱也经历顶头生。默想。当我心点艰难的环境的时，内心捌因为倒一寡话受拍动无？当我心点艰难的环境的时，内心捌因为倒一寡话受拍动无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愿你的神赏赐新生命，互所有相信你的人生命充满愿望。感谢主，因为耶稣基督对死搁活，互人虽然遭受苦难，也会经历顶头生的喜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